接炸弹？在民国34年嘿， 9月迄阵哦，美军咧空袭就是遮有带日本兵，嗯拢伫遮咧炖炸弹。哼，台湾人迄句大家是爱性命，你哎呀，土地风风而人啊，那要来知讲马祖有迄个千里行动咧真炸弹，哦，甲光复后美军飞行员才讲出来，哦，讲吼，这个所在，这小姐才厉害啦，哦，什么小姐？诶，哼，小姐用棍呢。哼，迄炸弹，炸弹这是真的哦哈，你讲这是真的？真的真的。这东西的炸弹日？本时代哦，讲500 kg 就是这样。啊，这阵就是接炸弹的迄个妈祖，敢是？这阵是正开机嘛伊接的，甲人咧拜拜是正发觉到伊的镜头啊。哦，哦，对了，是。遮无，较早的做墨的也好啦，啊，装笔的也好，那较要甲接落，系啊，接袂掉。正伊找人证恁的机动哦，嘿，伊家己本身无机，哦，伊开机甲真拢无机啦。哼哼哼，啊，找人来，啊来正讲免甲接啦。嘿嘿嘿，伊要留底安尼历史代代见证啊。哦，所以今仔日才有即个炸弹断的，好无？嘿，啊，含即个神迹伫遮啦。哦。